Hello， 大家好，我係八公碌賓。唔係幾千年之前，第一個避孕套被發明出嚟之前啊，我哋嘅祖先呢係用曬乾嘅魚鰾、小羊腸，甚至係鱷魚糞便嚟進行避孕措施。而最早嘅避孕套開頭唔係攞嚟避孕嘅，而係有錢人身份象徵嘅一種配飾。咁今日呢一期影片就由我帶大家睇下，你哋而家經常用嘅避孕套究竟係點樣發明出嚟嘅，同埋佢係點樣慢慢咁變成我哋熟悉嘅樣子嘅，甚至最近因為科技同埋性癖嘅發展，慢慢仲變成我哋唔熟悉嘅樣啊！咁開始之前，記得先點個 like 同埋訂閱咯，我哋一齊睇落去。早喺公元前2000年啊，避孕套被發明出嚟之前，人類就已經因為意外懷孕、性病等等嘅問題煩惱緊。為咗解決呢啲問題啊，全球各國嘅祖先都就地取材，發明咗好多避孕套嘅鼻祖。首先係古埃及，貴族女性最早會用鱷魚糞便嚟做避孕膏。佢哋將尼羅河入邊嘅鱷魚糞便曬成乾，然之後碾碎佢，混合蜂蜜、樹膠捽成一嚿，前置塞入去。因為鱷魚糞便係呈弱酸性，可以滅活精子，蜂蜜又可以起到物理阻隔作用。你想象下，呢個簡直係味道、觸感嘅雙重暴擊啊！所以如果遇到潮濕天氣，糞便好容易滋生細菌，用完大概都會發炎。咁後尾咧就慢慢衍生到去用紫砂草套啦。嗱，呢個呢係一種貴族出門佩戴嘅染色編製配飾，最早係身份象徵嚟嘅。花紋越精緻，染色就越鮮艷，代表地位越尊貴，相當於古代嗰啲奢侈品配飾嚟啦。咁後來有啲人呢唔知點解突然之間發現咗，呢層草套居然可以阻隔體液，於是係攞嚟做避孕防護使用啦。但呢一款紫砂草套嘅紙質非常粗糙，而且又硬，一掂水就會爛，稍為用力一下呢都篤得穿嘅。所以咧，其實就係儀式感大於實用性。我哋再嚟睇下古羅馬同古希臘。古羅馬早期嘅戰士同埋貴族會直接用戰俘嘅人皮裁剪成護套，純手工裁剪，薄厚咧全體運氣，而且冇任何防水處理，又硬又焗又唔貼身，舒適度簡直就係唔存在嘅，而且就得頂層貴族可以用。咁古希臘咧就更加偷懶啦，直接用檸檬汁嚟浸羊毛團，利用酸性殺精。但檸檬汁嘅強酸性呢，又會腐蝕黏膜，所以會產生好多嘅後遺症，屬於係窮苦百姓無奈之選。咁最後再嚟睇我哋中國古代，古代青樓女子最常用嘅就係麝香、紅花、內服避孕啦。短期可以避免懷孕，但係毒性好大，長期服用嘅話會損傷子宮，大概率會導致終身不孕。除此之外，都出現咗兩款物理替代品。第一款係魚鰾護套，喺唐宋到明清時期啊，風月場所會高頻用呢樣嘢，專門挑選啲大魚厚實飽滿嘅魚泡，攞石灰反覆捽乾淨佢，用清水浸泡，經過日曬之後徹底去腥曬乾，再手工裁剪收口。處理完之後嘅護套質地軟彈，觸感係古代所有替代品入邊最打得嘅，無限貼近而家嘅套套。咁缺點就係尺寸隨機，魚腥味好難徹底消除，一旦過夜存放就會發酵發臭，啲味道非常攻鼻。咁所以咧就衍生出咗偷腥呢一個詞啦，即係話古代男人出去尋歡之後翻屋企老婆一聞就知道對方做啲咩嘢，係咪非常形象呢？咁第二款係麻布格斷套，係古代有錢人家用嘅款式嚟嘅，提前浸泡益菌草藥汁水，既可以物理隔離，又可以簡單抑菌。但係麻布啲材質又厚又硬，透氣性又好差，戴上去之後咧，佢笠咗層麻包袋咁，又悶熱，異物咁又拉滿。最後因為太難用，慢慢就俾人淘汰啦。咁睇咗咁多避孕套嘅古早替代品啊，世界上第一個正經避孕套係點樣誕生嘅呢？大家可能唔知道啊。初代避孕套唔係因為愛情而誕生嘅，而係被性病逼出嚟嘅保命工具。16世紀歐洲梅毒大流行，全城染病率爆標，大批嘅皇宮貴族相繼染病過身，於是歐洲醫學界開始研發隔離工具。咁而現代避孕套嘅正式起源，仲係要歸功於英國風流國王查理二世。呢位國王呢係典型嘅戀愛腦風流帝王，私生活非常混亂，宮外嘅私生子四周圍都係，所以啲皇室醜聞經常霸榜歐洲街頭頭條嘅。唔單止敗壞咗皇室名聲，佢仲因此頻繁感染性病，身體一日不如一日。迫於皇室壓力國王專屬御醫約瑟夫康德姆就臨危受命啦，一定要研發出一款有效嘅防護工具。康德姆經過咗皮革、亞麻、植物等幾十種材質嘅試驗之後，
最終鎖定小羊盲腸作為最優材質。但製作流程好繁瑣下，需要攞一條新鮮嘅羊盲腸，先係反覆清洗去除雜質，跟住攞麥麩搓乾淨佢嚟去腥，再用動物油脂浸泡軟化，最後用手工絲線鎖邊收口。成品嘅厚度只有0.038毫米，媲美而家嘅高端超薄套，而且韌性好好，成為人類第一款正統嘅羊腸避孕套。為咗感謝呢位御醫後世直接將佢嘅名 Condom 作為咗安全套嘅名，自己嘅名用喺安全套上面，真係唔知開心好定唔開心好啦。咁雖然羊腸套係俾人發明咗出嚟但最後頭造價非常高，一隻嘅造價等於普通工人3日嘅工資，只有皇室貴族先用得起嘅。咁直到大航海時代開啟之後，荷蘭商人就見到商機啦，大批量工業化加工魚鰾、羊腸材質嘅防護套，打造出全球第一款商品化避孕套。大英博物館而家仲保存住當年嘅魚鰾套作為展品嘅。佢哋統一咗打磨尺寸，封裝木質禮盒，進駐歐洲街邊藥房、風月場館公開售賣，明碼標價，全民可買。但呢款初代嘅商用套都有明顯缺點嘅，就係佢風乾之後硬到好似紙皮咁，根本冇辦法直接用，一定要提前攞暖嘅牛奶浸佢半個鐘頭嚟軟化材質同埋淡化腥味。不過好在佢仲可以反覆用嘅添，保養得當嘅話可以反覆清洗10到15次。所以就算呢款避孕套又腥又麻煩，仲要攞去浸牛奶，但係佢依然壟斷咗全球市場220年。直到19世紀，橡膠技術問世，行業終於迎嚟第一次洗牌啦。商家雅各布押上全副身家，發明咗初代橡膠安全套，唔單止唔使浸奶嚟軟化，用起身仲更加方便，可以一次性使用，唔需要反覆清洗。最重要嘅係，造價只需要搶衣套嘅1/10，普通人都買得起啊！當然啦，呢款橡膠套仲係有缺點嘅，質地又硬又厚，唔貼肉，尺寸又唔可以拉伸，所以體感好差下嘅。但就算呢款橡膠套唔係咁好用都令到商人雅各布淨係用3年時間啫，就從原本嘅瀕臨破產，直接逆襲躋身到歐洲頂級富豪榜，成為咗業界神話。咁現代嘅避孕套係點樣最終變成我哋而家用嘅咁嘅呢？1880年乳膠萃取工藝成熟之後，現代乳膠避孕套經歷咗3次核心迭代完成定型，憑借質感、性價比嘅全面提升，從高端奢侈品慢慢成為我哋而家全民通用嘅衛生防護用品。第一次迭代係質感革新，1880年薄壁乳膠套問世，厚度大幅縮減，而且冇咗老式橡膠嘅僵硬質感。彈性同埋貼合度顯著提升，價格又大幅下降，率先喺歐美實現全民普及。第二次迭代係完成身份證明。戰爭時期軍隊性病泛濫，非戰鬥減員嚴重，各國軍方開始免費派發避孕套，而且公開科普使用方法，徹底摘除佢低俗嘅標籤，令佢正式成為公共衛生物資，社會認可度大幅提升。第三次迭代實現民用普及。去到1960年之後，廠商開啟產品細分，推出咗唔同尺寸、潤滑度、香型同埋功能款式，同時各個開放售賣限制，避孕套入駐到各大商超、藥店入邊，全面融入大眾嘅日常生活。呢個時候嘅避孕套同我哋而家用緊嘅避孕套體驗上其實已經相差唔大㗎啦。但你以為就得咁樣？隨住大家嘅性癖越嚟越多種多樣，越玩越多花神，商家都慢慢捕捉到呢種小眾需求，誕生咗超多冷門、高科技、奇奇怪怪嘅小眾款式。首先介紹下第一款病毒辨識智能套，呢個係英國中學生研發出嚟嘅獲獎作品 STI 智能套，入邊含有專屬嘅生物抗體，遇到梅毒、疱疹、衣原體等等嘅唔同病菌，就會變換綠色、藍色、紅色3種顏色預警。所以唔單止可以防護，仲可以自帶體檢功能啊！第二款呢，就係大牌奢侈限定腦洞款啦。冇錯，你冇聽錯 ，LV、Chanel 真係出過高端聯名避孕套，一盒嘅價格就高到1800幾蚊人民幣。專屬輕車嘅印花禮盒，主打儀式感同埋收藏價值。除此之外，仲有咖啡味、紅酒果香味嘅可食用香型套，主打氛圍感體驗。而第三款就係體感差異化功能款，呢啲係專門為小眾體感需求嘅使用者研發出嚟嘅唔同款式。譬如話有冰火雙層溫差款，
內層係溫熱感，外層係清涼感。戴上去之後呢，會自動觸發溫差體感，主打一冷一熱雙重反差。仲有浮點螺紋增大摩擦套，凸起嘅火粒、螺旋紋路全部設計喺外邊，目的就係增加摩擦、防滑、提升體感。仲有前端環式物理延時套，主打嘅就係分段厚度設計，前面厚後邊薄。前面通過輕微壓迫同埋環式配方，物理降低敏感度，延長時間。而第4款就係最誇張嘅仿生皮款啦，呢個係目前市面上最新嘅高端黑科技，主打人體嘅第2層皮膚真實觸感。佢用嘅呢係醫用級聚二丙二烯合成仿生肌理結構，區別於普通乳膠橡膠嘅質感啊，佢可以復刻人體肌膚回彈同埋溫度傳導能力，可以做到幾乎係零距離，係當下情侶嘅首選高端款，再都唔使驚超薄套會容易穿啦。嗱，一個小小嘅避孕套，望落好似好簡單啊，其實呢係見證咗人類嘅醫學、材料學同埋衛生觀念、人民觀念嘅千年進步。從最初攞嚟救命，到而家追求更加舒適、高級嘅體驗，再到追求個性化同埋科技化，都代表住人類發展過程中最真實嘅時代變化。咁唔知你喺用避孕套嘅時候，有冇過啲咩深刻經歷呢？或者有冇見過用過一啲好獨特嘅避孕套呢？歡迎你喺評論區入邊一齊同我分享。咁如果你中意本期視頻嘅話，記得點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咯。我係八公碌斌，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